邊度痛貼邊度咧？係啊，真係非常之簡單。新推介嘅41度嘅溫度，高少少嘅溫度，咁樣佢嘅滲透能力就比較高啦。會咧係點完之後咧，你最尾嗰下咧，你硬係覺得有種吉吉咁樣。係啊，就係我哋講嘅，類似針灸又有牙灸咁樣嘅作用啦。即時咧，你會 feel 到咧係覺得嗰個痛嘅感覺咧係好咗嘅。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May 啊。今日咧，中醫美君又再嚟到香港啦。係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係美君。係啦，咁啊，因為其實我哋啲觀眾都好掛住同埋好中意睇你啊，因為咧你係好清楚啊，對我哋聽用中醫角度咧係點樣去調理身體。咁啊，上次咧嚟到咧就我哋嘅實體店咧，好多客人試過啲艾灸，勁中意啊！所有地方咧痛邊度痛貼邊度咧，係啊，真係非常之簡單使用嘅一個艾灸粒，又可以自己喺屋企啦，又可以做到針灸同艾灸同時間兩樣治療同時間進行嘅一個治療咯。冇錯啦，即係好似一個即係我哋平時嗰啲平時溫熱嘅艾灸，唔需要再咁攰啦嚇，咁啊黐住喺度。咁今次你帶嚟咧就會有多一隻溫度。係啊，今次咧我就為大家帶嚟啦多一個溫度啦，大家可以睇到咯。之前呢個日常款啦就38度嘅，然後再嚟一個無煙款39度，而呢一個咧就係我新推介嘅41度嘅溫度。針對如果自己本身啦都係經驗豐富嘅艾灸人士嘅話咧，嚟緊因為天氣都轉凍啊，推薦你用41度嘅呢個溫度係比較適合嘅。咁但係會唔會太辣嘅呢個感覺？呢個你可以先感受下，其實佢嘅溫度都 OK， 佢都微微地、氣氣地，都唔會太辣。咁一般上咧，如果係夠滑嘅地方嘅話咧，咁樣你可以黐4至5粒左右啦，為之一個療程咁樣啦。一般上咧，我自己本身點艾灸咧，我都會咁樣嘅，就係將所有艾灸咧黐晒落手，點晒先，然後先黐係相對嘅部位。或者有啲觀眾啊、朋友仔未接觸過艾灸，咁我都建議你哋咧第一次先攞咗一粒，黐喺你睇到嘅位置先感受下嗰個艾灸成個 process 係點樣嘅，然後先用喺你對應嘅地方就比較好啲啦。其實有煙同無煙咧，佢嘅溫通效果其實佢係一樣，但係如果你屋企你話有小朋友或小動物嘅話，咁樣你揀無煙款比較好啲啦，因為始終有煙款佢係有艾噶嘛，所以佢嘅味道係稍微重多少少嘅，但係未知道令到你分到人覺得唔舒服咯。手機數嘅話，咁樣你係可以黐喺相對唔舒服嘅地方啊，包括依度嘅位置都係可以黐嘅。呢度我哋叫乳枝一般上啦，治療大概係咁樣啦。然後一次嘅治療啦，大概5分鐘左右，係包括嗰個座，因為有時你睇到燒完啦，但係個座咧依然有溫熱感啊。咁樣一般上我都會建議我哋啲客人啦、朋友話，等呢個座完全冇溫度，你先搣開佢啦。咁我其實自己咧都即係周不時都會點俾自己，我仲用冇煙款多嘅。係啊，咁我會咧係點完之後咧，最尾嗰下咧，你硬係覺得有種吉吉咁樣。係啊，就係我哋講嘅類似針灸又有艾灸咁樣嘅作用啦。佢類似係吉吉地，因為好多人都會問：哎呀，你呢個5分鐘同我哋呢啲以前嗰啲30分鐘40分鐘有乜嘢分別？係啊，因為嗰啲係遠距離，你係感覺到你嘅皮膚溫咗，但係佢未滲透入去。而我哋呢個艾灸粒嘅話咧，大家可以睇到，因為佢下邊有一個窿仔啊，呢個窿仔呢個透氣孔咧係將所有艾灸嘅嗰個成分係印到落去你嘅嗰個穴位嘅，好似吸印仔。係啊，吸一個印仔咁樣佢針對你嘅嗰個穴位嘅嗰個刺激局部嘅嗰個氣血流通係相對比較好嘅。咁嗱，如果而家新嗰隻咧，其實41度嘅話咧，個感覺上呢個溫度咧，我而家呢一路燒咧，我覺得溫度係比之前嘅38、39度咧高少少，暖啲。但係咧，去到尾啦，而家佢燒到尾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大家已經冇煙㗎啦。係啊，其實佢未燒完㗎。係啊，依然有輕輕地係咪啊？而佢仲喺度燒緊呢個位嘅，燒到去嗰個窿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種咧係突然間係辣啲嘅，覺得咧好集中嘅一個熱，但係唔使擔心我覺嗱，呢個咧唔會令到我哋灼傷起水泡嘅，因為呢個艾灸咧，如果係傳統嘅話，佢真係灼傷嘅皮膚而起水泡而達到嗰個治療效果。但係因為依家可能有少少文明病，因為我哋講為咗係方便糖尿病患者咧，呢個溫度嘅話咧，其實我哋係控制得非常之好啦，唔會導致你起水泡灼傷引起嗰啲感染啊。係啦，因為尤其是糖尿病嘅朋友咧，如果佢真係咧最尾嗰個熱度咧係會令到嗰啲位係起水泡咧，即係受傷啦，機會可能係感染啊，或者收唔到個傷口，咁得不償失啊。咁而家咧我去到燒到而家呢個狀態咧，我 feel 到嘅係咧，覺得好集中嘅一啲好熱嘅感覺。佢真係會 feel 到類似針吉咁樣熱吉吉地咁樣咁樣嘅感覺，但係大家可以好放心，佢唔會灼傷。而過後咧，你整開嘅話咧，佢就會少少一個印仔咁樣嘅啫。針對溫度嚟講咧，如果係新手嘅話咧，我統一次過都建議你用38度最好嘅。
因為大家都未嘗試過，或者你用喺小朋友身上啊、老人家身上嘅話，咁樣我都建議用38度。但係如果你係老手啦，或者你想捱夠嘅地方係肌肉比較豐厚嘅地方，可能腰圍啊、臀部啊、大髀啊、小腿呢啲肌肉比較豐厚嘅地方咧，咁樣就可以揀41度嘅嗰個溫度啦。係啊，高少少嘅溫度，咁樣佢嘅滲透能力就比較高啦。因為有啲人係中意好中意嗰個艾味，因為係我哋嘅中醫角度啦，或者係喺玄學嘅角度啦，其實艾味嘅話幫助我哋淨化我哋嘅空氣，其實都好嘅。搣開之後咧，你會見到咧有個好似咧淡淡一個啡啡地色嘅，好似粒墨咁樣。係啦，呢個唔係受傷嚟嘅，呢個係咧嗰啲艾嘅油啊，即時咧你會 feel 到咧係覺得嗰個痛嘅感覺咧係好咗㗎。但係咧，如果有啲真係好嚴重嘅舊患嘅話咧，可以嚟多 round 嘅喎。係啊，可以嚟多 round。如果你嘅舊患咧係或者係真係轉咗天氣啦，真係比較寒凍啦，亦導致到你嘅舊患復發嘅話咧，咁樣你就可以做2 round 啦。所以咧，如果你其實都想屋企自己都可以幫自己做到艾灸嘅話咧，就係呢啲嘅艾灸粒粒啦。